家就仲未有。呢度咧有兩支符通，我需要400蚊一支啫。400蚊一組，全部咧手寫嘅。睇下先啊。呢個咧叫做酷聳，係啦，呢個年紀好大㗎啦，柬埔寨師傅嚟嘅。沒有咧。我 friend 有賣過都，即之前另外一樽嗰啲聖物賣咗，好好 feedback 嘅。呢個咧係佢嘅師傅叫做阿贊碰印，唔響度㗎啦，已經係求不同庫鏈，即係柬埔寨裏邊神山嘅一個超級阿贊啦。咁做嘅嗰個人咧係酷聳，而呢批聖物咧，佢哋兩師徒咧都有一齊開光嘅。死啦！等陣先，點解又撳咗出去？呢支嘢咧叫做薩利加邦爾酷邦爾咧，即係解有一隻雀餵另外一隻雀，即係將啲蟲同埋嘢食餵落另外一隻雀嘅嘴嗰度。咁按照無論泰國又好、柬埔寨又好、緬甸都好啦，如果要做的話咧，必須要擺響啲女人嘅心口上邊寫嘅。而佢嘅呢一套法門咧，係唔可以擺響佢老婆或者女朋友，亦都唔可以係俾錢個女人去做呢一件事。咁必須要咧係個女性咧中意自己，你先可以去到做嘅啫。嗱，呢個咧徒弟寫符、徒弟開光，有俾師傅一齊開光。喺泰國或者柬埔寨咧，呢一個類型嘅符通咧，代表住 Gel Sarapatlu， 即係話你無論你諗啲乜嘢咧，佢都會幫你實現得到啦，會令到啲人好迷戀你啦。無論同性或者異性都會愛佩戴人啦。鑑喇卡即係關於一啲不想努力嘅。短褲好需要係咪？嚟啦，啱晒你，特別為你而設。鑑喇卡即係關於一啲sex 上邊嘅嘢，其他人望到你即係會對你想入非非啦。無論男好或者女好都可以用嘅。咁以前咧有啲人冇男朋友或者冇女朋友嘅時候咧，就中意請一支即係任何師傅做咁啊，帶住咧就希望可以求到段好嘅姻緣。而呢一個咧係唯一。即又唔係唯一，係其中之一款咧，喺你行房嘅時候咧都可以佩戴嘅符管，亦都係阿贊碰印，即係幅相上邊嘅嗰個阿贊最後一期同埋酷聳嘅最後一期嘅聖物。咁咧亦都係即係佢係 for 好好嘅異性緣同埋 for 人緣運啦，或者你帶住啲人會好中意你啊咁樣。呢兩個佢嘅師傅阿贊碰印，即係啱啱佢揸住張相嘅嗰位咧，係神山上邊一個好傳奇嘅阿贊嚟嘅。因為咧佢有少少似係農民，完全冇錢嘅。咁由兩個女人咧就喺度即係照顧佢嘅生活，同埋年紀好大，同埋已經就走咗噶啦。呢兩支咧都係銅嘅，當時咧做咗好似我諗應該30套到，即係30組，每一組咧都係手寫嘅。我想要400蚊一組啫，邊個要嘅直接加一啦。糖片，我呢度有10組。同埋佢大大細細全部都係，不過嗱我買翻係唔止400蚊㗎，如果包埋盒，想講佢大大細細，因為用人手自己 cut 自己整咧，上面寫嗰啲符全部都，即係佢會有啲佢有少少長，有啲短咁樣。CHUN+1 9支，
有冇邊啲唔方便㗎？唔方便加一就後台加一啦嚇。同埋幫朋友買。係啦，幫朋友買嗰啲。呢個我諗擺咗喺我度都有兩三年嘅嘢嚟嘅，無端端抄到佢出嚟。Jackie Choi 加一，8支 MATT 加一，7支買啦，包冇露點，冇亦都冇期貨再買。Julio 加一，6支。Michael Yong 加2。STROM 加一。快啲啊喂！仲有冇人要？我喺我櫃度揾咗一啲我以前擺咗喺度好耐嘅加一嘅聖物出嚟。快點，還有沒有人要？仲有台面呢幾支，應該3支。CHUN 一支 ，Jackie Choi 一支 ，MATT 一支，Julio 一支，輝空2支 ，STROM 一支。仲有冇人要？仲有啲唔知，快啲啊！其實得翻4支或12支。再睇下先。咦喂，上次有冇人買唔到？你睇下上次啲符珠係幾多錢粒嘅？我話500蚊粒啊，波蘭嘅，係咪啊？我揾到波蘭啲符珠，唔知上2個禮拜前賣過啊！我想要500蚊一粒啫，有冇人要？邊個要直接加一粒。Lom Mahasane CHUN 加一。CHUN 你係要咩咧？咪要波蘭嘅咩？應該係，因為佢先。哦 ，OK。有嘅。符珠 OK。
呢一個咧係其中有一年 Y 庫嘅時候，唔係，不過嗱首先有講翻啊波蘭菜嗰啲聖物咧，我由幾年前開始賣佢煙庫咧，賣咗好多好多好多。咁而家呢幾年咧，佢就諗住即係擺低啲嘢咧，就再翻去出家之後咧，就唔會再還俗，亦都唔會再做聖物㗎啦。呢一啲咧係大概4年前到啦，佢其中一年嘅 Y 庫拜祖師法會嘅時候咧，就攞嚟做嘅。咁裏邊咧有好多嗰啲咩熱鐵蔗啊、白藤文啊，同埋佢師傅再去施工嘅粉，咁咧入咗去好多場唔同嘅法會。咁當時咧裏邊咧有一種咧叫做即係係坡嶺筍嘅粉嚟嘅。咁啊，坡蘭咧曾經有講過，因為佢好憎人哋話，即係你唔好攞啲腐豬即係浸水或者刮粉落嚟俾人食，所以咧特登上咗浸瀝架向啲腐豬上邊。嗰個帶住咧就已經有非常之犀利嘅神力嘅法術響度㗎啦。咁咧佢就用咗別藥係行呢一段法術咧，係由坡嶺筍咧一路傳俾佢個仔咧傳俾坡蘭柴嘅。別藥咧係解別藥聽話馬碌撒冷別藥碰馬馬碌大莫別藥那碰熟品那冷別閃塔呢人甩馬咪肯呢段咧係好多人緣魅力或者即係請啲神令到啲神又中意人啊，人又中意人嘅好多泰國師傅都會用嘅經文嚟嘅，係一個好普遍，包括龍布天摩拉下拉咧，如果你哋念過段昆平長咒咧，都係我啱啱講嘅別藥。同埋咧，佢又話，即係如果你正規夫妻啊，佢翻嚟啦，跟住之後，以前咧，如果條村度邊個做得啱，做得唔啱，或者有啲老公老婆走咗出去，即係唔翻嚟咧，佢哋都會去揾阿坡嶺筍，即係佢類似係條村裏邊嘅一個好高嘅長老法師。咁只要坡嶺筍走埋一敲嗰個屋企人嗰道門咧，咁佢嘅另外一半咧就會喺一日之內咧就會翻嚟㗎啦。而佢裏邊呢一粒嘢咧係好高階嘅麥夏神嚟嘅，即係唔係淨係貨男女嘅。咁啊用嚟貨咩上司啊、人緣啊、同輩啊、仇人啊諸如此類等等咧，全部都可以用嘅。而且咧喺泰國有好多唔同嘅事蹟，我呢度咧剩低呢9粒啫，係咪有9粒？係啦，我還有9個。如果邊個要嘅直接加一啦，我想要500塊錢而已。喂，先真手上，我有個普通係得3支嘅。都係之前，我有段片嘅波蘭菜，仲好，而家開唔到添，等多一陣啊。普通全部賣晒，咁啊，沒有人要了就下一個了。呢度咧有3支，都係我幾年前買過嘢嚟嘅，要唔記得咗幾多錢啦，要600蚊支啦，都係波蘭菜嘅。等我又去揾翻相出嚟先。啊，係啦。
裏邊咧，如果你打開符片咧係咁樣嘅，咁係兩條晶軸，不過佢哋就遮咗啲符印啦，就打咗啲格仔。呢個係佢啲近箍。呢支咧我冇記錯，應該都係波蘭大概，我諗應該有5年前到4、5年前到做嘅符通。佢咧叫做晶軸爽行箍，即係雙尾蜥蜴、雙尾壁虎符通。裏邊咧有一種咧叫做捧晶軸白，係一啲即係真嘅雙尾鹽蛇。啲雙尾鹽蛇咧喺教牌市場嗰度成日都見到有人買嘅，咁啊有條鹽蛇佢死咗咧，就攞把戒刀劏開佢條尾。但係裏邊呢一種粉咧唔係嘅，係啲真嘅真係有2條尾嘅鹽蛇，而係喺森林裏邊揾到佢嘅屍體。咁咧將嗰啲雙尾鹽蛇嘅屍體咧攞嚟咧就即係攞嚟整成粉，就加埋入去裏邊。咁仲有一種粉咧叫做亞精質論冚。以前古時嘅人咧，如果到適婚嘅年齡18歲、22歲冇另外一半咧，佢哋會揾啲紋身師咧，即係幫佢用呢一種藥咧，即係亞精質論冚咧，就紋落去條脷個脷底嗰度。咁佢話7日之內咧，一定會有即係揾到正緣同埋異性緣嘅。咁而裏邊咧亦都有坡嶺筍嘅粉。呢支嘢咧，for 好運啊，for 做生意啊，跟住之後 for 所有嘢都會勝利啊，或者 for 鑑啦卡，即係話啲人好迷戀啊，你想升職啊，或者呢啲晶軸爽行咧，響泰國好多人話 for 偏財或者 for 好運嘅一種聖物嚟嘅。同埋如果屋企咧有啲益蟲，有啲咩鹽蛇啊、飛蛾啊、蜘蛛啊呢啲嘢咧，唔好走埋打死佢哋，即係全部佢哋泰國咧都係覺得係吉祥嘅一啲昆蟲類嘅嘢嚟嘅。當時咧做咗唔到60支，而我個 partner 咧有 CHUN， 而我個 partner 咧有紋過佢嘅晶軸爽行，即係啱啱嘅睇到嘅嗰一支符紋啦。嗱，裏邊個底度全部都係塞晒啲粉 candy 葉，仲有一支我 partner 咧有紋咗呢一套咁樣嘅法門嘅嘢咧，向佢個大髀嗰度嘅。咁佢話當時咧，即係響頭嗰4定唔知6個月裏邊咧，總之佢話功效佢覺得好冇晒啦。第3支咪按名咯，咪 Jackie Choi， 第1支 CHUN， 第2支 Candy， 第3支 Jackie Choi 完啦。仲有冇人要符珠500蚊粒？冇就收埋啦。冇啦 ，Jackie Choi 你已經你有貨㗎啦，有了。符珠500塊錢一個，還有沒有人要符珠？跟住落嚟嘅下一款聖物，呢啲都未買，算啦，下個禮拜先。呢個我攞咗一支原生嘅模板出嚟，我俾大家睇下啲相先。我需要600蚊一支啫。幾好啊！呢支貨關錢銀同埋好運事。嗱，如果你開咗佢咧，佢就係即係一張咁樣嘅符印嚟嘅。攞翻個師傅嘅，我唔知呢個阿贊死咗未？
我自己咧都有，即係我公司度有好多年前咧已經有呢個阿贊嘅嘢，個名咧叫波蘭兔。嗱，佢有好多呢啲咁樣舊嘅法本，佢哋嗱啲你成日話咩古老貝葉經啊成啊，就係呢啲咁樣嘅抌爛攞去，因為太舊啦嘛，抄咗落簿燒咗佢攞嚟做佛牌，佢有幾百本。呢個響清，唔記得清萊定係清邁。算呢個好似得，我幾多支啊？好多嘢，得9支咋，可能多咗。想要600蚊一支，同埋支嘢咧有少少長嘅，可以戴響上下半身都得。打開咧就係咁樣嘅。呢支嘢咧叫做 Nok Cao Thon， 或者咧叫做貓頭鷹，係啦。佢咧呢個波蘭兔咧係以前泰國一個超級神僧，佢哋叫庫巴燕穩。佢咧係庫巴燕穩嘅，即係幫庫巴燕穩手咧寫符通嘅嗰一個人嚟嘅。咁等陣先啊。咁貓頭鷹咧係一種軟視嘅動物嚟嘅。佢咧如果望到嗰個獵物咧，佢衝埋去咧，佢一定要咬得到佢嘅。咁呢一支符通咧，即係適合一啲夜晚翻工或者有陣時要翻嘢啊，夜晚嘅人去到佩戴啦。咁佢有人緣啦、神尼啦。當時咧佢有即係會有呢一 pet 嘢嘅典故咧，呢個咧第二代嚟嘅。第一代咧係因為佢有一個近身嘅徒弟咧，就去鬥雞，又成日同人賭錢就輸錢，咁咧就一路輸一路輸，咁咧輸到爭人錢啊，間屋又冇埋，老婆又走埋，咁佢就去揾波蘭兔。波蘭兔咧就話：我而家寫呢一個符俾你，即係唔係呢一個第二代，話我寫呢一個符俾你。佢話不過你應承我，如果你贏得翻啲錢的話咧，你唔可以再賭。咁用咗大概3至4日嘅時間咧，佢就開光咗。咁當時第一代咧就咁樣得一片嘅，即係佢就嗌徒弟捲埋佢，跟住咧佢話嗱，你攞去用啦，邊一個時間你就去啦咁。咁個徒弟咧唔知響1日定係2日之內咧，就同人哋一齊，即係佢哋清邁嗰啲玩嗰啲咩鬥雞，就贏咗100幾萬泰銖。由一個即係地獄黑仔王變咗贏咗100幾萬銖，咁如果喺清邁即係北部嚟講咧，100幾萬泰銖都係真係都好大一筆錢嘅。咁但係咧個徒弟最後冇信守佢嘅承諾，亦都冇停到，就繼續落去玩。咁阿波蘭兔咧就好唔中意，咁佢就一路都即係就刪咗個法本。之後咧，直至到幾年後咧，我個 friend 咧同佢講話。即係好想去再做，所以咧就做咗呢一批。呢一批咧做咗20支嘅啫，我攞到嘅得9加1支，因為有一支咧就係咁樣嘅。咁呢個咧亦都係第2期，都係最後一期啦。咁呢支嘢有咩用咧？即係類似意味住你戴住咧唔會肚餓啦，你一定會揾到食啦。做嘢嘅時候會有人中意啦，會有人俾機會你啦，冷下褪即係。你會洗走一啲你身邊唔好嘅磁場嘅人同埋事啦，防止是非同埋小人啦。呢一套 Nok Cao Thon 嘅法術咧，由百幾年前傳承自過馬龍重磅同埋龍布術嘅時候咧，就已經有㗎啦。同埋會最緊要咧就係貨好運同埋貨速納嘅。如果做一啲咩灰色行業啊，或者夜晚翻工啊，或者要求偏財求好運的話咧，呢一支嘢咧好好嘅。當時佢波蘭兔開光嘅時候咧，按照抌爛即係啱啱睇嗰啲法本上邊嘅嘢咧，佢夜晚某一個時辰
去到寫同埋開光，同埋每一日佢唔係每一日都係寫嘅，咁佢可能要隔一啲時間。如果喺嗰一個時間，即係譬如32分鐘裏邊，即係嗰一段時間裏邊能夠寫咧，佢寫完咧佢就唔可以再寫。咁佢集齊咗嗰20支，再揾個日子咧就再開光。唔係，佢唔係20，係15支啊。咁我個 friend 咧 keep 咗大概5至6年啦。TYRACE 加1 West Chan 加1 iPhone Low 加1，仲有6支。咁佢話係啦，同埋佢話咧，如果你要去同人哋即係去玩一啲咩 gambling 啊、賭錢啊、剩啊嗰啲嘢咧，我唔需要念請佛經嗱，聽清楚，唔需要念請佛經，直接念結跌撇切切結別跌，得2句嘅啫，不停咁樣念到你覺得個人即係開始好順啊。或者開始好暖啊，好舒服嘅時候咧，你就去玩，即係嗰啲咩偏財又好，夜晚翻工又好，又乜都好啦嚇。我呢度有一個夜晚約定嘅人啊 Kenny Yip， 你必須要同埋一字。TYRACE 加1 West Chan 加1 iPhone Low 加1 SIUHUNG 加1 Kenny Yip 加1，仲有1、2、3，仲有4支，我需要600蚊一支啫。波蘭菊600蚊支，600塊錢一根而已。我偷偷地話俾你聽啦，今日我買嘅所有加1全部都係低於我嘅買入價嘅，純粹係我喺個櫃桶度揾到呢啲嘢，跟住之後想拎出嚟賣咗佢。唔係個碌我咪有錢賺嘅，我上司啱喎，係咩？咁你使唔使幫你上司加1啊？Tam Harry 加1 Alan Song 加1 CW 哥加1 CW 哥嗱，個經文要另外買㗎嚇，除非你啱啱有聽到啫。齊咗9支未啊？究竟1、2、3、4、5、6、7、8、9，好似過咗咯喎已經。第一個 CHUN， 不如你跟我電話啊。第一個 CHUN， 第二個 Kenny Yip， 第3個 Jackie Choi， 第4個 KATSE。死啦！我唔係嘅咧，唔啱，重新再嚟過。第一個 TYRACE 啱唔啱？啱咯。係 sorry。第二個 West Chan， 第3個 iPhone Low， 第4個 SIUHUNG， 第5個 Kenny Yip， 第6個係 Alan Song， 第7個 Tam Harry， 第8個 CW 哥，第9個 Jackie Choi， 第10個 CHUN 我得翻呢塊啫，你要或者唔要？唔要咧我就問 KKEI， 你可以自己捲埋佢。我問咗下 CHUN 先啦。嗱，你哋呢3個順序邊個要嘅，你哋直接打 OK 啦。FAIYIP 同埋 K。仲有啲師傅咧捲咗個符通咧，佢落咗啲法術，跟住話唔開得，開咗咧就破法。
呢一啲咧係個師傅寫完咧，嗌我 friend 翻嚟自己捲嘅。佢話你要用嘅時候，你自己去捲啦。咁呢一張咧係未捲嘅 sample 嚟嘅，OK，所以唔存在嗰個開咗跟住之後就冇用啦咁樣嗰一個問題。好似呢啲咧係要自己翻去捲嘅。呢個寫埋俾 KEYIAN。算啦，下禮拜先買啦。我仲有破爛啲銀潤符管，呢個係銀潤，係啲地底嘅銀，喺地底下邊挖上嚟嘅銀，唔純嘅，唔係925嘅銀嚟嘅。咁佢哋咧即係啲泰國人咧就話叫阿勤或者叫做嘅阿士，即係其中之一種咧有力量而唔需要開光嘅嘢，就已經本身咧就有力量嘅。呢個係破爛臨還俗前之前我有買過剩低落嚟嘅嘢，呢度咧有2支係佢最出名嘅煙箍符通，我想要800蚊一組啫。有一個咧係男。呢個咧係男，仲有咧一個咧係女。一套咧有2塊嘅，要自己翻去捲。先。喂，你認唔認得㗎？邊個係男，邊個係女？嗱，我貼落去呢一張度咯，好冇？我貼一張咁樣，咁你咪知道咯。仲有冇人要？我仲有，你自己翻去攞支原子筆芯嚟捲啦。咁捲完咧，你如果未包殼咧，佢哋有啲人放落去啲攞嚟裝牙線嘅膠盒仔嗰度。呢啲咧要自己捲嘅。2銀潤，我想要800蚊一組啫。呢一個係佢最擅長嘅鹽箍法門，不過你去化成咗一張符通啫。還有沒有人要？冇人要粒珠啊！珠想要500蚊。
咦，我仲有呢個喎，等陣先，又係俾我抄到出嚟嘅。都買埋佢先。300蚊一塊啫，300蚊好冇？算啦，300蚊一塊都係輸嘅。有埋防水膠殼嘅，呢個咧係44年布莫拉做嘅，佢叫柏爾選或者叫柏希選嘛下啦。中間呢個咧係薛蛙神，咁後邊咧下邊呢個有啲似鴉，即係有少少似鬼王咁樣啦。跟住呢度咧有一個好似古曼騎住隻馬，跟住有啲即係仙女咁樣喺度嘅嘢。44年嘅時候咧，佢用咗蓬拉拉糖。薩利加、澤帕隆、納魯茶一種會出名嘅粉。我話而家講緊呢，全部都係啲粉嘅名啊。帕亞踢庫、火祭、南亞棒，跟住產帕爽孔呢關異性原氏嘅，熱鐵謝同埋麥夏啦。管平沖得啦，即係話昆平咧去到個市場度，或者叫咩管平弄康，即係佢有啲唔同嘅粉啦。咁咧由布望咧自己打碎晒啲粉咧，自己壓模。當時咧博石開光咗7個禮拜6同埋7個禮拜2，即係 total 咧加埋係49日，再加多16日咧，佢就俾咗啲天神，即係類似係擺低俾啲天神，16層天嘅天神同埋人間15層天嘅人間等啲天神幫手一齊開光。咁就叫術亞跌，即係最後咧，佢落咗一種叫術亞跌嘅法術，即係話無論你對塊牌做啲咩咧，佢都唔會失效，唔會破法嘅。呢個咧係 for 好嘅人緣運，高階嘅人緣運暗啦，啲人驚你。當有人諗一啲嘢唔好嘅嘢嘅時候咧，佢就會反彈。其實咧呢個就係帕什瓦係啦，印度神裏邊嘅帕什瓦。咁唔好咧就會反彈，同埋咧會有錢可以滿願嘅。當時咧有一個師傅叫龍布亂，當龍波橋或者布莫拉咧，做咗啲聖物咧，都會俾龍布亂去開光嘅。呢一批咧係我諗大概10幾年前咧，我個 friend 同龍布亂手交手攞翻嚟嘅，不過係布莫拉做嘅。咁龍布亂咧都有開光，我想要300蚊一塊啫。唔知出邊賣幾多錢啦，不過應該就唔會係300蚊有賣個殼嘅。粉網絡好舊啊，全部都。HARVIE 300 Jackie Choi 300，我唔知得6塊就好似 AJANJUS 300加1，咪6塊，同埋好似係6塊。還有3個，有沒有人要？周簽2塊。剩低2塊 ，JACCO 剩低1塊，還有最後一個。HARVIE Jackie Choi KATSE 完，謝謝。
下禮拜有呢隻，不過算啦，今日都賣唔出。咩 Apsara？ 我之前有買過一加一，又係柬埔寨嘅，好似企喺度鬧虎咁樣，嗰個又係好好嘅。呢個咧就另外一個師傅庫氹，不過咧係白衣嚟嘅，唔係和尚。呢個我下禮拜先。Apsara。好啦，多謝咁多位陪咗我兩個多3個小時。最近咧，我同好多人都即係如果做生意又好，翻工嗰啲就會唔覺嘅，因為一路都翻緊份工。不過同啲做生意嗰啲朋友傾偈咧，都話即係出邊環境好差啊嘛，戰啊、關稅戰啊、呢樣嗰樣啊，咁股票跌啊、樓跌啊。所以咧都好感謝咁多位喺呢個環境唔好嘅時間咧，都喺呢度捧場消費、支持買嘢，咁令到咧小店咧即係得以繼續可以運作落去。晚安，我有排講喎，我仲有啲我逗好咗篇文喺下邊咁長喎。多謝你哋每一位幫我撳 like and share 嘅朋友，我哋下一個禮拜日再見，我係 AC 香港財經學，祝你哋有一個愉快嘅晚上。ขอบคุณมาก，สวัสดีครับ，拜拜。